怎么选择来这个地方？因为想你啊。这么偏僻啊？哦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家最近啊围了好多记者，整天都不睡觉，都坐那儿逮我呢。江淮又去打工了，我都快饿死了。啊，点吧。嗯。昨天晚上我梦到你了，但梦到的不是以前的你，是现在的你。梦到我什么了？梦到我们在聊天，对面是大海，后面是森林。那天天很蓝，水也很蓝。我们就在那儿聊天，旁边还趴了一只猫。哇，那只猫什么品种啊？我要去买一只。诗怡，你知道吗？从岛上出来之后，我觉得我的生活也太一帆风顺了吧。哦，得到了巨大的遗产，还有了一群可以坦诚相待的朋友，有了相爱的人。这个人等了1000年都没有等到，现在等到了。可是你说，人如果过得太顺利的话，会不会有一天就突然破灭了呢？在里面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吃不下饭，也睡不着。我每天都在想你会怎么看我。可是那天你来了，你对我说没事的。听到你说没事儿，我就突然什么都不怕了。雪姬，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。诗怡，我每天都想你。那就每天都在一起。喂，陶德。小姐，关于跟踪您和身边人的图像，我们通过监控查到了一些，现在传给您。好啊。小姐，这个人您认识吗？不认识，但是看着有点眼熟。我会加强您的安保工作，这段时间您要多加小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学姐，邀请函来了。陶德，一会儿再跟你说。什么邀请函呀？就是诗怡的单曲发布会啊，刚才他们公司的人在楼下亲自给我们送过来的。但是很奇怪，我们和你的位置不在一块儿，我和春山在一块儿，我们2个在第3排，你在第1排，你看。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是诗怡的女朋友吧。哦，春山呢？在家吗？他在楼下画图呢。
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春山叫上来一下？怎么了，大小姐？春山啊，有件事儿我想拜托你一下。说。最近一直都有人在跟踪我和世一，包括我被警察抓，也不是一个巧合。我想麻烦你最近下班的时候顺路捎一下江淮，带他回家。但是江淮太单纯了，我怕跟他说出来会吓到他，所以能不能拜托你最近下班的时候顺路接他回家？跟你在一起他会安全一些。那你呢？会有危险吗？不会呀，有个人说了，他会保护我的。好，晚安吧。晚安。指纹已经确认了，就是他的指纹。不过不要轻举妄动，毕竟一个10几年前的指纹，律师在辩护的时候可以有很多说法，不至于让他进监牢，你懂的。不过倒是有另外一个线索想让你调查一下。那天把他送进去了，我也就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你说，我帮你去办。去调查一个叫林贝拉的人，他身份证照片已经跟现在完全不是同一个人。这个人呢是个孤儿，以前失踪过一阵子，不过再次出现的时候却是以另外一个身份来活动。去帮我调查所有的失踪人口，还有那些没有身份尸体的 DNA。你是说，这个犯罪嫌疑人还不止犯了一桩案子？以我目前手上的证据，恐怕比一个还多得多。好，我先挂了。林总，今晚的发布会，听说您贡献了很多媒体资源和宣传渠道，我替顾世一向您表示感谢。不客气。今晚的发布会，您会来吧？不会，我今晚还有些别的事情，礼物已经送到，人就不去了。